嘅市民都起身。港鐵由即日起加價5.4%，有政黨25名成員中午喺港鐵東涌站外抗議加價，批評港鐵推出嘅東涌綫月票以加價換優惠，亦因為東涌缺乏其他交通工具，港鐵就欺壓居民。佢哋喺東涌站外遊行一周，沿途高叫口號。港鐵月票太貴。又喺站內張貼反加價貼紙，代表話港鐵東涌綫票價昂貴，550蚊嘅東涌綫月票計劃亦只惠及東涌至港島綫乘客。現時東涌只有2成居民經常前往港島，其他居民未能夠享用優惠，要求港鐵減收月票費用至500蚊，並建議另設分段月票，往九龍站月票為400蚊，往荔景站為300蚊，而學生月票應該獲得半價優惠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導。